Hello， 大家好，我係恆宇戰 Nico。咁今日咧就嚟到華僑城禧康啊，介紹一套咧全新嘅一手房啦，華僑城在售嘅湖景加江景嘅一手房啦。咁今日嚟到嘅呢個位置咧就係華僑城禧岸嘅 D3 棟嚇。咁今日咧介紹呢套單位咧高樓層都可以望到呢個豔陽湖啦，以及係西江景嘅，而且係精裝交付，98平方78萬。咁就睇大家啱唔啱啦。OK， 今日翻嚟啦，俾大家睇睇成間屋嘅一個佈置啦。咁入到嚟咧左手邊就係華僑城交付嘅一個鞋櫃啦。咁呢個鞋櫃咧相對會比較細，好多業主咧就會做翻大嘅，因為呢個空間咧都係完全足夠嘅。咁包括啦交標嘅電子鎖啦咁入戶咧入到嚟入邊啦，所有嘅門窗啦、牆身啦，全部都整好咗，一個精裝交付成個空間咧就呢間房有佢嘅優點有佢嘅缺點嘅。優點就係佢望出去景觀咧相對好開揚，可以望到江景以及湖景。佢嘅缺點咧就係房間嘅入邊嘅實用率咧會相對比較細咁就睇翻大家中意啲景觀多啊，定係中意實用多啦。OK， 咁再同大家睇睇啲成交嘅一個佈局啦。而家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餐廳以及係我哋嘅客廳嘅位置啦。咁我企住嘅位置咧就係呢個餐廳位啦，可以擺到一張我哋嘅4到5人台嘅。然之後嚟翻呢邊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廚房咧就係一個7字形嘅廚房啦。咁佢嘅抽油煙機啦、灶台啦，包括係呢個消毒碗櫃咧，都係交付標準已經包晒㗎啦咁佢個廚房嘅空間咧，相對嚟講係會比較細少少呢邊咧就附帶咗一個生活露台嘅，望出去咧就望住華僑城小可啦，以及係一個城市嘅綠植景觀嚟嘅。咁出翻嚟去翻我哋客廳嘅位置，咁成間房最大嘅亮點咧係咩咧？就係我哋坐喺客廳呢度，可以直接望到一個豔陽湖以及係羚羊合口嘅，可以講係直接坐喺度啦，望正合口嘅位置。咁而家咧出嚟露台就可以睇到啦。前邊咧就係兩館一公啦，以及係小區樂園嘅。咁遠處嘅景觀咧就係一個豔陽湖啦，以及係西江羚羊合嘅。咁包括咧今日落咗雨啦，都可以見到有啲煙霞喺度啦，成個畫面咧就好似仙境咁嘅。OK， 鏡頭跟住過嚟咧就去睇翻我哋嘅休息區啦。休息區咧一共有3間房間嘅，3房2衛帶2個衛生間。咁呢邊左手邊咧就係我哋公衛嘅位置啦，做咗一個3段式嘅一個設計啦。入邊係淋浴間，然之後咧就馬桶位，再出嚟咧就係一個洗手台嘅位置。跟住鏡頭過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其中一間客房啦，佢一共有3間嘅，2間客房咧係連埋嘅，左右兩邊。咁呢度咧就其中一間客房啦。呢間客房咧上邊仲帶咗一個細嘅明窗啦，成個採光咧都 OK 嘅。咁望出去咧就係望正呢個華僑城小可啦，以及係一個城市景嘅。OK， 過嚟呢邊咧就係另外嘅一間客房啦，佢左右兩邊2間客房，再延伸過去咧就係主人房啦。咁呢間客房咧兩邊嘅景觀係一樣嘅，都係望翻出邊華僑城小可啦，以及係遠處嘅一個綠植景觀。咁最後咧就嚟翻呢個主人房啦。咁主人房咧打開門呢個位置咧，發展商已經預留咗一個我哋嘅可以做衣櫃嘅一個空間喺度啦咁然之後嚟翻呢邊咧就係主人房嘅一個衛生間，附帶一個大明窗。最後咧嚟翻我哋嘅一個休息空間啦。咁呢度咧擺床擺埋按摩椅都 OK 嘅，因為佢係冇大飄窗位嘅。成個空間咧係比較實用嘅。3間房嚟講啦，主人房佢個空間咧係相對嚟講98平方呢個積下係相對實用嘅。咁望翻出去咧，景觀都係同我哋喺露台望出去一樣嘅，穿過2館1公望到我哋嘅豔陽湖以及係羚羊合口嘅。OK， 今日介紹嘅呢套單位咧就係98平方，咁華僑城而家售價咧就係78萬嘅。大家如果有興趣咧，歡迎私信我哋啦，嚟到現場啦，實地考察下呢啲咁靚嘅一個西江景嘅單位。